然后呢就接到第3行去了哈，2完就接3，然后2完就接3哈。来，从2的地方，第2行2的地方，拉拉拉嗦拉西嗦那个地方来，西嗦1、2、3，嗦嗦嗦嗦，你有从头吗？啊，你有从头吗 ？OK， 来，从头，各几个来，从头，再一次来，从头来，2、3，棒棒棒，拉拉拉嗦拉西嗦，反复来。2、3，嗦咪瑞按哆到2，拉西嗦1、2、3，嗦嗦嗦嗦2、3、4、1，嗦瑞哆西拉2，再来1、2、3，嗦嗦嗦嗦2、3、4、1，嗦瑞哆西拉拉拉嗦拉西嗦 ，OK， 好，咱看咱的谱哈，姓氏的谱啊，迄个。第一谱表，第2谱表，到第2谱表时阵爱反复哈，反复时阵第2届时就唱2的所在哈。OK， 这条歌来，请看麦，来，咱请先歌队的掌握连过先唱一届，来先唱来会众听看麦哈，拿谱出来 ，OK， 好来 ，OK 来 ，OK 来，好了吗？619首。好了吗？好来，好，先从前奏来，弹个前奏来。1、2、3，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1、2，反复，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1、2、3，咱向前行3、4、1，哦，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2、3，咱向前行2、1，哦，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好，最反复的顺序哈，来再一次哈，来这位来个一届有破看破唱哈，来从前奏来。1、2、3，来，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1、2，反复，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1、2、3，咱向前行3、4、1，哦，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1、2、3。咱向前行3、4、1，哦，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好，安尼会晓袂？我看拢袂，下底坐拢伫遐大喙唔知咧创啥安尼吼。来，搁一届来，再一次来，这条歌有较青啦吼，再一次来，搁一届啊。1、2、3。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反复来。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1、2、3，咱向前行2、3、4、1，哦，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1、2、3，咱向前行3、4、1。哦，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OK， 好。402要不要唱一下？做来。这条较少有在听来，对头来。困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唔敢家己来行在。来，困求你甲我大脚步，甲
那是我远远强的是家，将我大义遵守你改变，和我的安丢最高点，最最全是别人，这是我一生别解恩嘛。好，这条歌咱就开始了哈，咱练习到这。请下仔大家平安。伫上帝稳定内面，咱要做伙开声学祷，咱用天父稳定真正大来学祷咱的上帝。咱会当举起咱的双手来学祷咱的上帝。天父稳定真正大，你的内传。也变成你拢会做伴，咱着算小伊的阮，你也有出，好彩的艰难变成欢喜，快乐变福气，伊掠甲伊带，互咱稳定拢无煞。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乐归声一起，我天地拢从三。一拍一撮，互咱稳定拢无煞。伊掠伊带，互咱稳定拢无煞。欢喜来吟诗，邀请兄仔起立，咱用做伙学祷来请安问好，感谢上帝稳定，三个来学祷，三个来学祷，三个来学祷。咱永远徛地来学祷，天父稳定真正大，天父稳定真正大。天父稳定真正大，你的内传，无论风浪也变成，伊拢会做伴，咱着算小伊的阮，你也有出，好彩的艰难变成欢喜，
差因带，互人稳定拢无煞。力量甲伊带，互人稳定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学了开声应心，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也在车坐。是，咱要学了开声来吟诗，因为上帝伊要听咱的祈祷，大大祝福予咱。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教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征战。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顶班，保护我无你试探，让我看你在海。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旗鼓。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顶班。同在，做我是为的顶班，保护我无你试探，带我带你在海。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旗鼓，主听将我世界。是上帝话语。教导咱，上帝话语带有力量，会安慰咱、鼓励咱、扶持咱、引带咱。咱人生每一天，上帝话语拢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毋望咱每一个人话语，甲咱的行大，卖当分享上帝听读。咱将做上帝器具，搁一遍祈求上帝听咱的祈祷，分享上帝听。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教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征战。同在，做我是为的顶班，保护我无你试探，带我带你在海。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旗鼓。大天的上帝，请你听我祈祷。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教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征战。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顶班。你的
愿你甲我同在，做我心的敬拜。你甲我同在，做我心里的敬拜。讲我无你心爱，带我带你在海。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吉祥的庇护。是做听充满咱要来照顾伊、幸福伊，亲像乐切切幸福下做一样。我心幸福你，主啊，我心幸福你。你是我的力量，明白。会场请起立。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互我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专心学到你，我要用光你的名到永远。这是由咱徛伫来读《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啊，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愿徛伫三角来祈祷。主必听人啊，阮的天父，我要感谢你。虽然外面落雨，总是你愿保守阮的脚步，来到你的圣殿，来遮敬拜你，学到你。恳求你的神来继续带领阮头前所要行的路。虽然落雨，
总是阮会带来不便，总是阮要由愿要献上阮的感谢。你互阮的土地因为雨水来润泽，互这农作物会使来长大，也互阮的生活会照你的节规来行。阮要献上阮的感谢，也要恳求你来保守阮即个台湾伫遮四季的天气，拢伫你的看顾的下面来顺利来运行。但爸上帝，阮即个时，当阮面对阮后个月，阮就要来献堂60周年，阮要大大来感谢你过去60年久，你的祝福、你的保守，互阮的教会伫遮徛起。但爸上帝，阮毋但来感谢你以外，阮又愿着来面对阮怎样来诚做你所喜意的工人。当阮伫20年前，阮40周年的时，阮有一寡愿望，阮有一寡期待，总是伫阮50周年的时，阮犹原有；总是伫阮60周年的时阵，阮犹原有。总是你知阮的气力有限，若无你的圣神来引带，阮就袂成啥物事。兼且阮60周年，阮需要仰望阮众会友有同齐心来开拓阮的教会，来成做阮的目标，互阮真正有去传福音，伫即个社区，伫即个彰化市，恳求你的神来感动阮，互阮会明白，阮着怎样诚做真忠的工人，来努力拍拼，伫你传福音的事工的顶面，恳求你来带领，但我恳求你的神来带领阮今仔的会，来引带阮来敬拜你。阮来祈祷感谢，靠主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个是来交托，请因开圣诗后壁面启应文，启应文第64篇，启应文第64篇就是雅各书第1章。亲爱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当摕引起的影。亲爱兄弟姊妹，着知，毋通急要受气。做啥？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着实行道理。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得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得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健全，是在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爸上帝看起来，
以上，这是献诗要请上年同客来献诗，因要唱的歌是无论伫什么时阵。咱来看一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雅各书第3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12节。雅各书第3章第1节，我的兄弟啊，毋通做人做先生，因为知咱要受较重的审判。因为咱众人伫项跋倒，伫讲话无跋倒的，就是做完全的人，也会约束因同身躯。第3节。咱系马家姜伫马的喙，互因顺探咱，就管辖因同身躯。搁恁看遐个船虽然遐大只，互大风扫伊，犹原是用细细的弹，互伊转弯，照刀工的意思所爱。安尼只是细细的体，要求讲大话。你看，小可的火烧树木，偌济啊！第6节，火就是火，伫咱百体中做不义的世界，拍拉三通身躯，一生的行动对伊发火，伊家己的火是对地狱发，因为逐类的走兽、飞鸟、虫豸、水族拢受制压，也已经互人类制压，独只无人为制压，是无停歇的歹物，有死的毒满满。第9节。咱用伊俄罗主，就是爸各用伊救助人，就是照上帝的款式来创造的。俄罗甲救助上一个喙出，我的兄弟啊，这是毋应该。水泉敢会对像一空流出甜的苦的嘛？我的兄弟啊，无花果树会生橄榄嘛？也是葡萄树会生无花果嘛？安尼对咸的流出
正的也袂话。以上，咱即个是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伫雅各书第3章第5节，咱先用台语来读。安尼，只是细细体，犹顾讲大话。你看，小块的火烧树木偌多啊！华语，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以上，咱即个是要请圣歌队来赞美，因要唱的歌是《我无明白》。讲到今仔创宣传道要讲的题目是话语的力量。咱这个时阵三个阿头来祈祷。讲话有智慧的天父，感谢你，互阮每一个人拢有两个耳孔，一个喙。你的创造就是要阮听较侪，讲较少。伫即个变动诡诈的世代，阮常常互喙舌所讲的话伤害。有时阮也会无小心伤着到别人，致使彼此心灵受伤。有时阮的老我卖过头自我中心，无将你的话放伫阮心中，
地势常常得罪你，互阮的性命陷入苦毒的深渊。求天父赦免阮的罪，也恳求天父赐互阮智慧，知影要安怎选择适当的话语来回应，安怎用你的话语成做阮性命甲讲话的原则，清起阮的喙舌，互你来使用。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今天我要讲话语的力量，在卡内基我想卡内基大家拢足知影，即个人伊专门拢咧讲训练，要哪讲话，要哪讲沟通的艺术，即个人伊要上伊的课，一届拢爱几啊千、几啊万，每一届拢是安尼。表示安怎？伊其实有一个过程的，是安怎？伊伫即个方面会遮尔有了解，是因为伊细汉的时伊捌受过伤毋过伊嘛捌因为安尼受到医治。伊老爸真细汉的时阵因为伊有带伊爸爸佫带一个后母。即个爸爸伫即个过程中间甲伊讲即个囡仔我甲你讲某我甲你讲，阮即马即个囝儿哎呀，真歹款，真调皮真捣蛋啦不时会做歹代志迄只是一个歹囡仔啦即个囡仔不是互我足头壳疼的，所以即个囡仔实在是有可能你入来阮兜，有可能明仔载伊就甲你弹石头即个囡仔可能做无出啥物好的代志，拢做歹代较济。哇！你想咧，这老爸讲即种话，你介绍，迄个囡仔迄卡内基伫遐听到即个话，我想一定安尼心肝咧淌血啦结果咧，即个后母人安怎讲，你知无？哎呀，先生，你讲毋对老公你说错了。我讲即个囡仔，伊其实毋是歹囡仔，伊是一个伊是一个真巧的囡仔。即个巧囡仔只是还袂找着安怎。互伊会当发挥，互伊当使用的所在，伊的热诚还无找着所在下发挥。哎呀，即句话讲了的时阵安怎？即个卡内基目屎就安怎流落来个。所以一句话可能是会当伤害一个人，一句话嘛安怎会当医治一个人、鼓励一个人。今日我嘛是要来甲恁讲，话语即个力量是实在是足大的溃烂甲力量我即摆要甲咱分享讲，伫咱咧教咱的囡仔时阵，你也看，即个囡仔真嘛是真调皮，嘛真捣蛋。即个妈妈就开始骂啦，开始念，甲伊念，佫摕扫帚，我看即个画面，有可能咱以前嘛捌古早嘛捌用过，我以前嘛捌安尼过，对阮囝歹过，嘛是有即种的情况，哎呀，这所以要讲一个话是毋是遐尼简单到底你咧甲伊讲的时阵，即个囡仔敢有感受？你咧甲伊教？问题是，即个囡仔伊敢有感受？就讲你听伊，你讲的即个话，伊敢听会入去？伊敢有感受到迄个听？若无感受到，伊可能根本就对即边入去，对即边出去。所以你讲的话就变做 nothing 无意思，嘛无意义，嘛可能对伊是伤害。所以圣经是安尼甲咱讲，你要用听心讲诚实的话，凡事爱忠贞，爱哪？你讲的话是要帮助即个囡仔，你是对上帝、对耶稣基督才牵调咧。你讲的话，即个是才能造就人。无若用听心，你用听心要讲，问题是你讲出来的话是伤害即个囡仔，兼且嘛毋是智慧的话，这是一个咱一个教导父母有当时即个囡仔爸爸要讲叫伊爱往东，妈妈叫伊往西，即个囡仔到时就怎啦？伊就用要掠讲毋知到底是要往东往西爸爸讲即个讲会使，迄个讲袂使，哇！安尼到底是要听啥物人的所以父母意见无讲话无一致，嘛会造成囡仔的矛盾冲突，甲有当时精神分裂可能嘛是安尼来的所以是讲话真正是足重要的咱即个讲话是足重要咱即个人可能恁大家拢捌。咱即个人就是日本经营之神真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以前古早松下电器，就是迄个 Panasonic， 就是国际牌即个创办人叫做松下幸之助即个人已经过身毋过伊活95岁真古早的时阵伊结果伊细汉的时阵，伊嘛是真善食拢互人踢笑，所以伊讲即句话会当帮助足侪互踢笑遐个人。伊安怎讲？伊讲即句话足重要。伊讲面对别人的踢笑。只要你点点坚持
坚持到底，换来就是安那，后盖就是人对你欣赏，因为你无你惊人甲你踢笑，所以有时咱也同踢笑的时阵，咱会感觉真安那累积、失望自暴自弃，结果毋是即个松下幸之助，即个人哇，伊就非常无简单，伊就讲爱坚持。所以你看伊的Panasonic，伊的品牌，一直咧换，一直咧调整，互伊的啥，伊的电器愈来愈进步，愈来愈成长。所以咱即摆拢咧用足侪日本的物件，阮都嘛拢用伊的物件，就表示对伊信任。以前我也无啥知影即个人，到尾我去查资料的时阵，发现即个人伊所做的、所讲的，看伊的机器安尼一项一项一直历史，哇，实在是互咱感觉讲，会改变的人，会坚持到底的人，即个人伊讲的话，实在是真互人思受造就过来。这个是大前研一，我想大家即嘛拢知影，拢这是一个日本的人嘛是一个管理大师，嘛是一个经济学家啦伊讲一句话，伊讲抛弃别人帮你设定的尺，别人可能甲你设定是安尼，伊感觉你是安尼，毋过伊讲啦，毋是，你爱重建你家己自我的价值观，你爱找家己的路。其实咱做基督徒，咱上着是超找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温数发展，咱的温数，找着家己的路。因为上帝无互咱每一个人是安怎，拢总啥物拢袂晓。人讲买嘛有一步踢，所以一定有一项是你会当应跟上帝，迄就是上帝对你的计划，你有法度发展出来吧？你看人大前伊人讲即句话，所以伊安怎？一直不断在创新，一直不断在发展，伊的生命，所以伊嘛帮助足侪人，好，今仔我要对遮来讲，话语实在是足重要。遮真侪就是，这是咧讲雅各，雅各的时阵，伊是咧讲足侪基督徒做基督徒了大家拢想要做老师，真要做，所以大家就伫遐冤家，就是一寡讲话伫遐辩论，老师上爱辩论，我拢无，我无要输你，你嘛无要输我伫即个所在，所以伊甲咱讲，兄弟姊妹啊，恁中间毋通安怎，真侪人拢想要做老师啦恁知影要做老师的人我甲你讲，会受较严格的审判，哇塞，受较严格的审判呢所以你要做老师，你若讲话讲毋对，安尼我甲你讲真侪诶学生是互你受你的伤害，对吧？你若讲毋对话，你就受伤人就真侪。你若讲对话，哇，就利益真侪学生。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所以教师的言语真重要，要来影响人的生命伊遮讲喙齿真歹真歹控制。咱若人要讲话，要讲互矫正，要讲互完全，要讲互拢总毋对，我看是无啥可能啦咱拢咧学习，所以咱有做毋对的时阵。伊遮讲要家己会晓控制家己的喙齿，毋是遐尼简单毋是遐尼简单。毋过伊遮咧比喻一个，伊讲一只马，伊个啥马骹腔啦这足歹读的马骹腔就是迄个绝环啦，迄个迄个啥，咱骑马的时阵毋是有一个迄啥？我即摆互恁看即个有一个配头就是即个啥，一个套即个马个即个器具啦即摆即个有一个马的腔，就是咧，伫遮是即个所在，一个马的喙的所在，甲伊用咧。即摆你甲扭的时阵伊要往倒一向，转一个方向去，要走即个马要倒一个方向去，安怎是即个主人伫咧控制即个喙齿，即个即个啥马骹腔就真歹读，马骹腔咧控制即个全身躯，伊就安怎走安怎去安尼所以即个马骹腔就真重要，因为伊是咧控制，甲咱的喙齿共款，咧控制咱的规身躯共款遮甲咱讲，喙齿就是即个火伫咱的机体中间喙齿是邪恶的世界，伊会污染安怎规个身躯。所以即个火敢若地狱的火伫遐发火会互人安怎规个人生拢总消灭。所以讲话喙真重要，即个喙敢若亲像火，所以火安怎？人讲小火可以燎原就是讲真细歹的火，减使就是一个森林拢总无去所以迄个一细歹的火就是遐尼重要你
若点到啊，就惨啊！即声就代志大条啊，吼，可能真侪死失，啊，真侪树仔嘛无去，啊，真侪厝嘛无去，也检采是安尼吼，所以是真大吼。所以一句话，有时会改变一个人，有时会改变规个社会，有时改变规个世界，有时改变规个环境。吼，所以一句话足重要吼，即句话真重要吼。啊，伊讲字非常的可怕，安怎可怕？伊讲吼，咱人吼真侪动物，咱拢是咧治理动物。啊，即个动物无论是野兽啦、飞鸟啦，吼，伊讲兔，这通兔，通兔，啊，甲鱼仔吼，即其实吼，即要控制拢较有法度。啊，毋过安怎？伊讲喙齿上歹控制，吼，伊讲喙齿有真侪安怎，真调迄个邪恶，有当时安怎，你无法度控制。啊，即个喙齿有当时充满吼，要害死人，吼，会当害死人，吼。所以吼，有人讲吼。一句话吼，譬如讲，妈妈讲一句话讲，你含慢去死好啦！哦，一句话去死好啦！哦，即句安怎？哦，这就是毒！哦，我真侪迄个案拢会甲我讲，我妈妈甲我讲啥？即句话吼，我记条条。哦，迄句话拢是足无好诶，迄一句话，迄句话就是毒气，会当互人死诶毒气。所以一句话讲了好，甲讲了无好，就会改变一个人诶态度。啊，咱来看圣经即个故事吼，即咱大家拢足清楚即个故事，我着真简单讲吼，就是讲，文士甲即个法利赛人，因专门拢咧找人诶空芳啦吼，别人做毋对吼，伊上爱安尼啦吼。啊，耶稣做，伊嘛是真歹要甲安那去陷害耶稣啦吼，所以伊着讲着找一个惊奸淫诶一个妇人人来吼，啊，即个妇人人来诶时阵吼。就是讲，伊咧行街面，啊，就互掠着对无？哇！伊即摆开始问耶稣啦，讲，耶稣，啊，迄摩西有讲话哦吼，伊讲吼，即个妇人人吼，若行街面吼，用石头甲钉死啦吼。啊，你讲安尼咱要安怎？哦，伊就是要甲耶稣挑战，要陷害耶稣，要找着耶稣诶空芳啦吼。安尼看即个歹人，文士甲法利赛人，伊专门咧创啥？咧做陷害，啊，咧挑衅，吼。啊，想要掠耶稣的把柄，伊看有啥物款歹做行的时阵，伊也歹判断时，伊就会当来定罪。所以伊真爱就是去定别人的指责别人的罪，啊嘛去指责即个妇人人的罪。吼，这是文士甲法利赛人不是吼耶稣真不是咧骂，就是文士甲法利赛人吼。啊，伊遮就咧耶稣安怎甲伊回答？耶稣嘛是。真有智慧吼，所以耶稣拢不是拢讲有智慧的话哦吼。啊，毋过伊即个时阵吼，伊知影讲吼，即个人是要试探伊，所以就涂骹伫遐咧画物件，咧画字啦吼。你画字的时阵，毋知咧画啥，咱拢毋知伊画啥对无吼？结果咧，伊讲吼，伊讲一句真重要，讲好啦，安尼无安尼啦，恁中间吼，啥物人嘛无做啦吼，啥物人会当用石头甲钉死？即句话嘛真有智慧。你啥物人无做？伊无讲吼，我要甲伊定啥物罪，想要做？耶稣无去安那受着即个试探，伊知影讲吼，这就是要甲伊试探伊，所以伊就安那刷开即个规格，吼，所以就耶稣甲问，所以即句话嘛是真有智慧。恁中间啥物人是无做的？啥物人会当用石头甲钉？好，那再看哦，结果吼，大家安怎？大家心肝懵懵的，咱嘛是有做啦吼。不是嘛讲毋对的话啦吼，啊嘛有做歹代啦吼，啊嘛有做一寡无荣耀上帝的代志啦，大家反省吼，大家就安那一个就拢走去啊吼，就若剩耶稣甲迄个妇人人伫迄个所在吼，即个妇人人伫迄个所在吼，耶稣就佮甲伊讲吼，讲妇人人，遐个人拢伫倒啦吼，拢走去啊对无？遐人伫倒，敢有人甲你定罪？即个妇人人讲。无，拢无人甲我定罪啦吼，伊安那好你加在吼，拢无人甲我定罪啊吼。只是耶稣佫讲一句有智慧的话，即句话我嘛足欣赏的。伊讲安那，我也无要定你的罪，我也无要定你的罪。即句话咱有感觉，有时咱人若做毋对的时阵，咱有足紧的讲，你看迄个人做啥物毋对，迄个人做啥物毋对，你看拢是伊啦，吼。最近嘛有人咧甲我斗。是安尼，伊逐家拢要针对我，拢干那要讲我的代志啦，我足生气的啦吼。敢若互定罪，互定罪是足艰苦心的代志，这是一个。毋过耶稣就是安那，我无要甲你定罪，对担了后，安怎你毋莫阁犯即个罪就好啊。
即个负责人是有罪，问题安怎？耶稣安怎赦免你？吼，无去甲伊定罪。所以咱对即个中间就知影讲，耶稣咧讲话是真影响一个人，吼，伊会当去互迄个法利赛人甲文士会当做一个反省，吼。耶稣讲话拢充满智慧，伊嘛愿意做原谅、饶恕，吼，这是无简单的吼。耶稣来即个世间，就是要拯救人，毋是要定人的罪，这较重要。毋过咱即摆拢做成迄文士甲法利赛人，看到人毋对，就要想要甲定罪，讲要甲是要甲人纠正，还是要人改变。咱足侪拢是安尼吼，我嘛共款，有时看伊啊，这安尼敢对吼？我就想要甲伊讲，你安尼毋对，爱安怎才对。吼，有当时啊嘛气甲要死啊！吼，有当时啊，若感觉人无下咱的旨意，也是讲咱无下着上帝旨意的时阵，伊的行为咱就无下着。嘿，读圣经拢读来互别人听的啦，吼，毋是读家己听的吼。所以耶稣是安怎，互负责人有机会去改变伊的人生，互伊原谅伊，互伊的性命佫重新起造，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所以喙舌到底是安怎？喙舌会当讲咒诅，嘛会当讲嘛会当感谢人，嘛会当讹乐。所以即个喙舌是真拢从对喙出来。所以我嘛要问咱即个喙舌，咱讲出来的话，到底是造就人，还是毁坏人，还是伤害人？这咱会当想吼。到底咱喙舌咱安怎选择？咱的人生安怎选择？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有时你讲讹乐的话，毋过你有时你嘛会指责别人。有时你喙无讲，心嘛咧指责，讲迄个人，因为我嘛有即个经验吼，所以无讲无一定代表你的心袂安那，袂起毛一袂爽吼，你无讲无一定安尼吼。啊，才有讲话语是真有权柄，佫真有气力的吼。咱即个圣经在咱大家拢知影，咱来念一遍国语好不好？这国语哈，咱来用国语念，预备来。渔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金苹果一定要放在银网里面，安尼我们才搭配的何以，对不对？好，才会很漂亮。所以意思是说，话啊讲了会水，吼，这个话才会合何以啦，吼，才会适当，吼。啊，伫遮圣经嘛安尼讲吼，讲吼主耶稣吼，伊有讲吼，咱是受教的，咱的喙舌爱受教。爱受教，啊！你安怎爱去陪伴遐疲乏？吼，伊讲吼，帮助遐疲乏的人，疲乏人爱甲伊帮助吼。啊，我即摆讲遮个故事，咱的教会有足侪故事通讲，吼，咱的故事，你来看，这我有征求因的同意吼，所以我才囥来遮吼。这啥物人？这是淑棉姐甲秀云姐吼。淑棉姐伊的先生嘛拄过身无偌久，伫旧年过身。啊，秀云姐嘛，旧年过身，结果因伫即个中间，淑棉姐哪来哪会喜乐，伊就去陪伴照顾即个秀云姐，所以秀云姐因为伊来陪伴、鼓励、支持啊照顾，你看即个笑容真水，吼，所以忧伤的心会变做欢喜的心，吼。啊，咱过来看即个，即个是翠娥姐甲迄个素贞姐吼，我有一天我入来的时阵，因两个笑甲嘻嘻嗨嗨安尼啦吼，伫咱的教会的楼骹的时阵，笑甲足欢喜的。哎呀，我感觉即个画面实在是足水的，因为我拄第一届我熟悉即两个的时阵，两个拢是安那忧愁满面啦吼，安尼我相信恁每一个人拢有看到即摆翠娥姐。逐工拢欢喜，快快乐乐，伊看伊食会落，困会去，哇，这实在是无简单吼。喜乐心乃是良药，真正是安尼。迄个陪伴，迄个鼓励的功能是足大吼。啊，你看遮一句，哇，我即句吼，你知影咱看迄个，阮伫中华路咧，伊文良兄伫遐，伫中华路咧疗养的时阵，迄时阵已经临终啊吼，已经真安尼无，就是讲。真生命真衰微的时阵啦吼，结果吼，伊就甲美术吼，我较等讲可能会哭吼，我甲美术讲吼，我很爱你，伊来讲我爱你，伊讲一个我爱你了吼，你敢知影即个我爱你多有力量？
秀英姐听着我爱你，怎啊去边仔哭，哦，啊，即个画面吼是一个足水的画面，就是大家怎啊哭做伙，迄阵时阵大家怎啊哭做伙，大家拢伫遐捌目屎，因为伊拢经验着迄个我爱你的红疼，迄个受鼓励、受安慰、受扶持，迄是一个真安那。即句话吼，我爱你，你若不是讲哦，吼，我爱你不是讲吼，对心肝来讲，毋是假讲的哦，是对心肝来唱出来讲。即个你看文良兄，即个时阵你看伊笑甲足欢喜的，伊迄工还佫有足有气力通讲话，吼，所以讲一个我爱你，哇，即句话真正是感动所有的人吼。所以我爱你具有什么影响力，具有生命力，非常重要吼。所以咱即马吼，咱嘛来学习，要咱立志，咱大家每一个人立志，咱讲吼，咱要讲出什么款的话，拢是对咱的心发出，对吧？咱的心是安怎想，咱讲的话就是什么形。所以一心的人是上帝咧保守，就是咱这粒心啦吼。你这粒心若是保守的好，哎，咱就会当生出水的果子，吼，圣神的果子就会结出来。所以我望讲，咱会当来立志啦吼，安尼立志讲吼，第一，咱要去讲。一直咧指别人的罪啊，吼，定别人的罪吼，啊，莫阁一个论断吼，啊，过来莫搬弄是非啦吼。即摆即个人讲啥，我著甲你讲；迄个人讲啥，我甲你讲。啊，伫遐弄即两个人，结果即两个人怎冤家去偌济吼？因为你讲的话去互冤家吼。啊，咱嘛莫安尼喙讲出歹的话、邪恶的话吼。头拄仔讲邪恶话吼，真歹讲者，迄个喙字真歹讲者。有当时咱就是安尼，敢若毒共款，你共讲话拢真毒，吼，真毒，吼。所以咱心中不时咱有上帝的话伫放伫咱中间。你若每一工默想上帝的话，每一工咧伫内底想，你讲的话著啥？因为你的心拢咧想上帝的话，你讲出来的话绝对是安那有智慧，啊，佫充满温暖、充满疼心的话，即款话爱加讲过，吼。所以圣经安尼讲有话的话一句拢袂当讲。吼，爱讲什物造就人的话，随时都爱共讲。有个人吼，明明迄个人都袂歹，爱一个人甲鼓励，伊就讲我偏偏啊无爱，即个人我都看伊足善，我就无爱甲鼓励。明明伊都有好代志，我嘛无爱，因为我是看伊足善的，有无？有人就是安尼，鼓闹，无爱共学乐，吼，无爱讲造就人的话，无爱讲，吼，因为伊感觉讲，我都甲伊都袂好，我都歹甲伊讲安尼吼，就变安尼去吼，因为迄关系问题。所以咱若关系无好，要讲好的话，毋是遐尼简单吼。所以咱若才有讲，你若听见的人，咱若讲到这造就的话，咱听见人咱得到帮助吼，得到气力，得到鼓励，得到支持吼。所以咱即摆爱开始来想，咱要来控制咱家己的喙舌吼。啊，咱要讲话的时阵，咱得想，先想啊好啦吼。毋过有当啊急性的人吼，拢还袂想好就讲出去，啊结果上来就已经造成啊，吼。所以急性的人吼，特别爱想，我嘛是急性的，啊特别爱想吼。伊讲爱想安怎？即句话要讲出来，即句话敢真呢？我即摆要讲即句话敢真呢？吼，啊即句话敢需要讲？即句话是到底有需要无需要？有当时根本就无需要话，你就加讲的，吼。啊有当时有需要话，啊你佫毋讲，啊嘛是真麻烦，吼。所以伊讲即句话。到底是善意的无？若是善意的动机，你动机若是对，善意的动机，安尼要讲，检查就是去帮助人，所以 OK。过来，即句话上尾啊上重要原则就是安那，即句话敢有下伫上帝的意思？若有下伫上帝的意思，安尼就 OK。啊，若无下伫上帝的意思，咱就爱想看觅要安怎讲，要安怎用爱心说诚实话，啊，佮对方佮袂受伤，哇，这都爱真大的同理心。高度同理心，才有法度安怎讲出智慧有智慧话，知影伊有毋对，啊，毋过要安怎讲，伊才会当接受。哇，这就是一个真大的技巧，吼，真大的技巧。若有时间来参加亲密团契，拢有咧甲咱教要安怎讲话的方法，吼。所以上帝要安怎讲什么话？第一就是造就的话，第二是安怎安慰的话。若有悲伤的人，吼，我今仔有看到姚。琼香姐甲玉仁大哥，因规家伙啊，吼，拢伫即个所在吼。因就是忧伤的人，即个时阵是一个真心白白，就是妈妈离开吼。我想这对因来讲是艰苦吼。啊，毋过家在有一个望吼，上帝
咧甲伊讨棒吼，所以迄有一个安慰吼，所以安慰是足重要吼。咱知影啥物人又艰苦，咱知影讲要哪去陪伴，要哪去安慰。过来是劝勉，有个人是安怎离开上帝，你要讲一寡劝勉的话，互伊搁倒转来伫上帝面头前。吼，过来就是讲，即个人有毋对，你要甲纠正的时阵，你用疼心来甲伊纠正，来甲伊讲，嘛不一定是纠正，就是讲利益伫伊本身的话，互伊帮助你去思考，伊人生要哪搁互伊搁较好势。吼，这是咱会当讲的。过来就是讲一寡疲乏的辅助，你疲乏的人，你爱甲伊帮衬，所以你爱讲一寡鼓励的话。所以咱对着无共款的人，就爱用无共款的话语来甲伊讲话，互伊知影讲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需要。我即摆咧带迄个生命成长团体，即个生命行动团体，就是伊即摆咧学，就是学基督徒八要，就是咱即摆咧讲的八要。即个生活，咱是要哪经过即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要哪讲造就的话，帮助咱的生命伫遐咧哪更新咱的生命。吼，所以即个生命成长团体是咧做即个代志。吼，所以我望讲每一个人的生命，今仔日会比昨更较好，安尼才是咱咧改变，咱咧成长。吼，咱咧成长，咱毋免甲别人比，咱甲家己比就好啊。最后，我要互咱想，咱的生命，咱不时来检视咱家己。检视咱家己吼，你想看你家己每一工，你伫恁兜咧讲话，到底拢讲啥物款的话？你甲想看觅？有个人做妈妈的吼，透早啦饲囝吼，顾囝赶囡仔上课，那起床了，快一点，迟到了，有没有？拢讲即种话，拄开始的时候，我嘛不是讲即种话，细汉的时候，爬袂起来，拢困甲毋知影人啊，爬袂起来，我着摇，落，安尼。这个话不是咧讲，就是这个话，吼，敢若闹钟共款，咱就是做闹钟妈妈，吼，其实毋是安尼啦，吼，上帝爱咱讲，毋是咧讲这个话，吼，咱对同事，敢有讲，同事吼，迄若较称管的吼，咱就伫遐讲吼，即个吼，拢安尼，敢若要抱迄主管尔，有无？咱咧讲的话到底咧讲啥？所以咱不时来想讲，咱到底每一工咧讲的话是咧讲啥？过来，咱讲的话到底是？毒，是，互人感觉芳芳的济，安尼听起来，即个讲迄话吼，有一摆，我用一个例吼，马介博士嘛吼，咱拢知影马介医生嘛是宣教师吼，伊有一摆吼，伊伫因为咧种田的时阵，就是咧种作吼，种作的时阵吼，因为迄个时阵拄开始吼，逐个拢无法度接纳伊。遐个吼，拢甲伊讲，你这是毋知倒位来吼，就甲伊排斥安尼吼，敢若烦恼共款，甲排斥安尼吼。结果排斥的时阵吼，因为咧种田啊，结果吼，伊就甲破屎，你知无？破屎的时阵吼，人迄马街吼，人伊就发出馨香之气哦。人伊安怎讲？伊讲吼，恁安尼毋对，恁吼应该是安怎？即个。肥啊吼，即个屎吼，应该是安怎？甲压伫即个田里啦吼，安尼种做即个田，安尼才是好势吼。你用伫我的所，用伫破伫我吼，对即个无利益啊吼。你若等伫迄啥田底吼，安尼才是有利益吼。你看，伊无甲伊生气呢，互伊着讲遮个话呢，就是即个人心肝内咧想啥吼？伊讲的话就是无共款，所以吼。到尾大家拢接纳伊，因为伊讲话安那真正面，有馨香之气，伊内底有基督的香味，伫伊内底有基督的香味，所以讲出来话就是会当造就人。遐个人就安那，就是受感动，受感动就改变，所以到尾因就成做基督徒，所以嘛带做一人信主，所以我要甲人讲就是讲，咱的生命心肝内，咱到底是咧讲啥？拢咧讲啥物话？藏伫内底是啥物？过来。有一寡话你敢有加讲？有一寡话无应该讲的，还是讲应该讲的，你毋讲。譬如讲，我爱你，对不起，我愿意饶恕你，即款话你拢袂讲。道歉的话不讲，有个人是安尼吼，激一个气，袂讲就袂讲，安尼应该讲毋讲，不时甲他们时才讲。人要过身的时阵，有当时他们袂讲。
我有一个患者就是安尼啊，甲过身的时阵讲，我甲你讲啦，我3暝3日吼，我讲互你听，我嘛无要原谅阮爸爸对我的伤害啦。3暝3日讲袂了呢，伊安尼甲我讲呢。你看，我叫伊转来看因爸爸，已经最后一口气，伊嘛无安尼。所以讲吼，迄心肝内底有偌济伤害伫伊内底。哦，所以讲该讲伊毋讲，啊，结果即个人，结果爸爸就过身啦。啊，你看。伊就遗憾终生，因为有一天，伊讲吼，我要互阮爸爸吼看我已经真有成就的时候，我才要转来阮兜啦。伊安尼讲，结果咧，因爸爸已经再见啦，伊搁较有成就，因爸爸嘛再见啦，根本就是一个遗憾。所以该讲的毋讲，吼，该讲毋讲，你有感觉有人足掂的，拢无爱讲，啊，拢毋知伊到底咧想啥，哎。有诶太太就气甲要死啊！啊翁有诶是，有诶是太太毋讲，有诶是翁毋讲，哇！翁仔某就袂拄好，就是安尼。吼，所以真侪代志咱爱较想吼，咱爱不时来想，咱才到底咱即个喙齿，咱即个心到底是咧想啥？过来上尾要甲咱讲，咱不时咱诶生命中间，咱有时敢有亲像迄文士甲法利赛人安尼共款，不时咧检视别人的罪，不时咧定别人的罪。我感觉，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真侪时阵，咱会安尼做。无论是伫厝里，咱有当时安尼做；有当时咱伫同事的中间，咱安尼做；有时咱伫教会中间，咱嘛安尼做。所以，要咱互相尊重，要咱尊重这每一个人拢个别，每一个人拢无共款。要咱尊重即个人的存在，无简单。咱同齐来学习即个功课，咱同齐来祈祷。主爱的天父，感谢你透过雅各，互阮知影喙齿所讲出的话是偌尔有权柄甲气力。阮安怎用你教示阮的话，来互阮的心灵得到滋润，互阮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有上帝的智慧，讲出造就、安慰、鼓励、劝勉夫妻人，会当搬过睿智甲艰难。教示阮讲对你遐来有智慧的好话。互人因为你的话语得到力量甲愿望，阮会当搁去点导别人的性命，互每一个性命透过好的讲话，点导人性命的热情甲活力。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来吟圣诗402首。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教我大，佮保护，教示我言行谦卑细正，赞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找引带失迷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愿望。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来回应上帝听，咱请奉献。
请咱起立来吟奉的诗歌。请坐。这是我来介绍甲报告。大先来欢迎来咱教会第8来教会的姚玉仁甲琼香的亲人吼，请咱起立，来甲欢迎，来欢迎你来。请坐。咱来看周报第3页消息通知，第1项。咱教会60周年的感恩礼拜吼，要伫4月14，迄下昼有自餐，要报名到今仔日吼，一个人报名爱交200块。第2，需要迄个年度捐献证明的，请黄干事来登记。牧师今仔去下昼会去台中中心教会主持告别式。第4，中级的第2摆的诗会训练要伫拜4暗7点半到9点举办。第5，奖学金申请请办公室来摕申请表。第6，后礼拜就是咱要做清明的追思礼拜，青少年要联合献诗。第7，迄个暗时拜3暗时的祈祷会，咱有继续互牧师来主持吼。生命成长小组第2期，有哪拢伫每礼拜2吼1点半到3点半来举行。下骹只爱家己来看，咱先看第4页具体的消息。咱本会长同声执事已经伫3月18来安息主怀。要伫3月29，就是即礼拜5暗时7点半，伫因兜吼来举行家庭礼拜。伫拜6，就是3月30，即礼拜6下早9点20要入幕，10点要告别礼拜，请咱来踊跃参加。下面团契消息，请咱家己来看，甲教界消息拢家己来看。奉献报告，奉献的若有错误，请过价来订正。以上。这个是来吟圣诗619首，圣诗619首。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是嘞，起立。是嘞。咱即个时阵来领受上帝祝福。原始智慧言语的上帝，慈爱耶稣，圣神保惠师，每一天到咱三角之地，时刻孝念上帝的话，赐福每一个人会当讲造就人、鼓励人、安慰劝勉的话，并且赐福每一个人有平安喜乐的心灵，一直到永远无煞。安尼祈祷无煞，阿免。
请坐，灭道避讳。